大家好，我係以純，今日拍片玩一隻 game，佢叫《薩爾達傳說：曠野之息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啦！邊個喺度嗌？目を覚まして、リンク。我哋嘅主角林克醒咗啦，但係點解只俾一個內褲我哋？點解只俾一個底褲我哋呢？呢個係體力，呢個係體液，係體力。呢個 iPad。それは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。希卡之石。長き眠りから覚めた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。咩嚟嘅咧？係衫，咁呢個應該係褲啦，冇錯。哇，幾醜啊！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をかざすのです。それはあなたの道を開くもの。あなたはこのハイラルを再び照らす光。今こそ旅立つ時です。
海拉魯蘑菇，可以補血嘅。哇！呢個應該可以整到我哋嘅腳步聲細聲啲嘅。嚟啦！大劍獨角仙。哦！燒嘅蘋果，蘋果燒啊！初始台地。火把。我呢隻 game 有玩過好幾次，爆咗 game 好幾次，所以我都係幾識玩。燒你蘋果。斧頭嚟斬樹我哋。呢個斬。呀咩啊？跳入去呢度。有黑落落。黑落落的果實。シーカーストーンのマップに示された場所へ向かうのです。呢度，你捉咗條魚先得使㗎。捉唔到我。生鏽嘅劍。Nice。俾走。差啲俾走甩咗。
睇下佢見唔見到我先。得啦，死你！我黑棒有武器㗎喎，蘋果都有蘋果，有副着。嗰度有隻怪，睇下死唔死？唔係你死我活。贏咗就你哋要贏咗，但唔贏到你哋班垃圾。哇！我知道一個 bug， 佢係有得無限跑咁樣。吹口哨㗎，一直撳唔跌。未死你！波黑工，咁個留咗啲乜嘢？但講唔出。喺呢度有啲弓喺度。慢慢偷襲佢，睇偷唔偷襲到，我就唔信偷襲唔到啦。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有偷襲，拜拜，波克盾，有劍嗎？連把武器換樹枝，掉唔得爛佢。六A 卡之咁樣，好似動畫。
你撞頭咩事啊？回地升天。初始之塔。思い出して。あなたは100年の間眠っていたのです。この怪物が本当の力を取り戻した時、世界は終わりを迎えてしまう。だから手遅れになってしまう前に早く早く。要快啲。而家落去。我知道一啲 bug， 但係呢個我都唔知做唔做到。墜落傷害消除。啊！哦！乜嘢痛？左翼壓加六，海拉魯王國。100年前。100年前喺蘇城啊，真係。呢座孤島冇可能離開呢個四面絕壁的台地，喺呢度跳落去恐怕會粉身碎骨。但係如果你好似我一樣有呢個劃船傘嘅話，就唔使講嘅，應該係咁啦。
神殿。睇佢劈劈，睇晒啦，睇過去啦而家。有個寶箱，紅寶石。磁石之力。我就篤掉。靠掉開咗一個技能，磁石。L。你知唔知係邊個？就咁打我，走啦！都唔通邊個要打？應該一個。呢度有個寶箱。我擺呢度上面得唔得？擺呢度，一陣間先點。女人之谷。真正的勇者，海莉亞女神。開車！
血。海利亞女神的守護與你同在。千里啊！你吹你！希卡之石有啲關係，未試。改咗主意，我唔理啊！又爬，希卡之石上面嘅地圖。即係話可以傳送呢度得啦。哇！點解咁快？姜還是老的辣。神點？住啊！睇下先。呢個之後。呢度有個，跟住仲有邊呢？呢個好，應該係呢3個，係咯。咁今日就玩到呢度先啦。如果鍾意嘅話，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